大家好，我哋要一齊探討一個非常實用，但又深具力量嘅主題：點樣透過佛學智慧，建立一個真正強大嘅心智。現代人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，情緒起伏又多，要做到外界亂，內心唔亂，其實就需要修煉強大嘅心智。第一部分，咩叫強大嘅心智？根據佛陀嘅教誨，真正嘅強大唔係外在嘅強硬、鬥爭或者佔上風，而係一種內心嘅穩定與平靜。佛陀講過一句好靚嘅偈語：智者如磐石，不為暴風搖，毀譽不動心，是為真智者。意思就係，一個有智慧、有定力嘅人，唔會因為讚美就該傲，亦唔會因為批評就失落。佢嘅內心好似一塊大石頭，風吹唔動，浪打唔走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心智強大。第二部分，對力量嘅誤解。現代社會有個好常見嘅錯覺，脾氣大，講嘢硬，唔俾人挑戰，就等於強大。但事實係，嗰啲行為好多時都係軟弱嘅表現。因為如果你容易俾人激到，情緒一來就爆，其實係代表你冇控制權，係你嘅情緒控制緊你。真正嘅強大係乜？係你被挑戰時仲可以冷靜思考，被誤解時仍然穩定自己個心，唔需要證明俾人睇，因為你已經有自信。第三部分，八種世間實相。佛陀指出，人生一定會經歷八種世間風。呢八樣嘢係構成人生起伏嘅根本。正面、負面、讚譽 praise、責備 blame、獲得 gain、損失 loss、名望 fame、恥辱 disgrace、快樂 pleasure、痛苦 pain。無論你係乜人，都一定會經歷呢啲對立面。有得就有失，有時開心，有時唔順。所以接受生命中嘅變化本身就係修煉嘅開始。當你唔再恐懼變化，唔再抗拒挫折，你個心自然開始穩定，因為你知道風浪只係人生嘅常態。第四部分，三大實踐要訣。接住落嚟，想同大家重點講下三個具體可行嘅心智修煉方法。要訣一，喺起伏中保持穩定。面對生活嘅高低起伏，第一步就係練習正念同自我覺察。當你被批評、被誤會或者覺得委屈時，唔好即刻反應，先停一停，深呼吸一下，觀察下自己嘅情緒同念頭，問下自己：而家我喺嬲，我喺驚，我喺逃避。你唔需要壓抑，只要知道。第二，唔追逐情緒，情緒嚟咗就等佢嚟，佢走就等佢走。唔使去壓，唔使去逃。最後，要接受現實，生活有時會拋啲檸檬俾你，但你可以選擇，係俾酸到喊，定係榨成果汁飲。真正嘅智慧，就係轉念之間。要訣二，建立內心嘅韌性。第二個要訣係培養韌性 resilience。簡單講，就係跌低咗，都識得企返起身。要有韌性，第一步就係分清楚咩嘢你控制到，咩嘢你控制唔到。唔可控，他人講你壞話，外在環境變化，事情唔如預期。可控，你嘅反應，你嘅態度，你嘅選擇。唔可控嘅就放低，可控嘅就努力做好。面對問題時，記住三個重點：一、保持冷靜，唔恐慌；二、問自己，我可以學到咩？三、明白一切都係無常，今日嘅困難唔代表永遠。咁樣，你會越嚟越穩，越嚟越唔怕改變。要訣三，練習自愛與自我慈悲。最後，係自愛同慈悲。好多人成日對人好，但對自己好嚴苛。佛學教我哋
要先學識對自己溫柔。第一步，唔好吸收他人嘅負能量。有人對你發脾氣，喺心入面講一句，呢啲唔屬於我。第二步，清理心靈垃圾桶。每日都會有啲情緒，失望、壓力，唔好任由佢積埋到。每日花幾分鐘靜坐、呼吸、感恩，就係清理過程。可以試下每日早晨對自己講，今日無論發生乜事，我都會愛自己，我唔會接收任何負能量。呢個練習雖然簡單，但長期做，你會發現自己變得更輕、更靜、更堅定。結語：建立強大嘅心智，唔係一日完成，佢係一趟持續修煉嘅旅程，係從情緒反應到內在覺察，慢慢轉化嘅過程。當你學識喺起伏中穩定，學識分清可控與不可控，又每日清潔自己嘅內心，你就會擁有一份真正不動搖嘅力量。而嗰份力量唔係硬，而係由中帶剛，靜中有力。呢個就係佛學所講嘅真強大。